来继续来到台中，台中的坐运11月16要来试营运。早起，台中市长罗秀燕带着官员坐列车来体验。前2天伫广播节目，讲无排除会来参选台中市长的立法院的副议长蔡其昌，伊嘛有来哦。也毋过王不见王，两个人拢无相拄。 来，我们准备发声。市长罗秀燕和议长坐做伙，体验伫要试营运的台中捷运。列车顶除了有别个官员，还有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。不过，伊和罗秀燕两个人一个坐，一个起来，敢若袂合。 因为蔡其昌伫咧节目顶讲这的话，或许我想一想，用这个事情宣布参选市长。想要参选市长，原来是不满罗秀燕无规划经费，设宽总体记录。市长不做，那可能就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，那可能就是我的使命嘛。这言论，互两个人毋若坐捷运离真远，到台中高铁捷运站的时阵，罗秀燕去媒体包围调话，若蔡其昌是伫咧后壁慢慢啊行出来，两个人拢无讲到话。 谢谢，好，下午再讲。好，谢谢。对蔡其昌的批评和参选的话题，罗秀燕拢无回应。台中捷运要伫咧年底通车，对台中人是一个好事。不过嘛，意外互大家知影，2022年有谁想要来选台中市长。